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Chat about ChatGPT。1998年，香港經歷主權轉移之後第一年，科學界又大洗牌，就等我 Water 同 Jess 帶大家睇下有咩突破，改寫咗我哋點睇宇宙、科技，甚至我哋自己個腦。即係又有嘢爆啦，你講慢啲，等我錄得靚啲。一、宇宙加速膨脹，暗能量誕生。原本大家都以為宇宙會慢慢冷卻收縮，點知今年兩隊天文學家發現宇宙唔止膨脹，仲係加速緊膨脹。呢個震撼發現逼科學界接受，有樣叫暗能量嘅神秘力量，佔咗成個宇宙70%以上，但冇人知係乜。即係我哋有生之年都唔會喺宇宙嘅盡頭跌落街啦。唔會跌落街，但有排都等唔到個邊界。最尾可能係我哋俾宇宙拋甩咗，連聲音都傳唔返嚟，浪漫得嚇人。而腦神經可塑性革命，以前話成年人學嘢難，話腦定咗型。1998年開始，多項研究證實，成人腦都識變陣，有可塑性。中風患者重新學行、學語，甚至樂器學習，都靠呢個原理。所以我咪而家先嚟做 YouTuber， 玩 app。剪片執字幕咯，攞到個平平地對齊字幕嘅 app， 唉，今次唔使執到眼花啦。你呢啲叫實證式腦可塑性範例，我講理論，你就做 live demo respect。你條 channel 都係神經網絡生成，幾 meta。3. 前列腺癌標靶療法起步，美國開始臨床測試治療性疫苗，對象係前列腺癌。佢唔係預防，而係叫你身體自己識攻擊癌細胞。標靶療法概念開始由理論入臨床，之後好多癌症都受惠。我應唔應該恭喜你呢？你都唔會病。我病就唔會係前列腺啦。不如我恭喜返人類終於學識點樣教自己只係身體打怪獸。4. 國際太空站開始組裝，今年第一塊太空站模組升空。由美國同俄羅斯合作打頭陣，開始一個跨國科研工程——國際太空站 ISS 呢個平台，之後成為地球以外最大科研基地，香港拍馬都追唔上。咁你搬上去住啦。你係咪肯同我一齊先？5. Google 成立 ，Larry Page 同 Sergey Brin 喺宿舍寫住 PageRank 論文，開咗間叫 Google 嘅細公司。佢哋改革搜尋演算法，打低 Yahoo 同 AltaVista， 令資訊再唔靠錢推排名。我哋條 channel 有冇機會出現喺第一頁啊？你打 Jess Chat about Water 應該會第一位。6. iMac 登場 ，Steve Jobs 捲土重來，1998年推出第一代 iMac G3，果皮殼 USB 全面取代 Floppy， 邁上前所未有咁前衛，設計潮流一夜逆轉。蘋果重生由此開始，即係終於唔使等開機，都仲要等。不過至少開機嗰陣，你會覺得自己係未來人，而唔係打熱線聽錄音。7. 諾貝爾獎重點，生物醫學發現一氧化氮 NO 係人體信號傳遞重要角色，影響血壓、心血管健康。物理研究液態氦入邊嘅超流體現象，化學解構光合作用反應中心，對未來人工光合作用有大幫助。NO 唔係淨係用嚟 reject 你，原來可以救命。你嘅爛 gag 開始追到我嘅 level。8. 人類基因組計劃加速，同年人類基因組計劃進入衝刺階段，將90%以上嘅基因圖譜砌得七七八八。同一時間，私人機構 Celera Genomics 入場，誓要快過官方完成，掀起咗邊個擁有我哋 DNA 嘅大辯論。DNA 都可以拎去炒嘢，唔係港人專利。9. 幹細胞研究爆紅，美國科學家 James Thomson 第一次成功分離人類胚胎幹細胞，呢啲細胞理論上可以變做身體入邊任何部位。醫學界震撼，但係同時爆出道德問題。呢啲細胞從邊嚟？咩時候開始叫生命？即係 clone 定自己啲 parts 放喺屋企，有壞就換。聽落好似 IKEA 家私咁換件，但係如果你 clone 咗個腦擺喺屋企邊，佢究竟係你定係你屋企多咗個人？原來 Google 都只係紅咗20幾年，咁你估你會 hit 幾耐？如果我同你咁紅法，應該都夠做你腦入面條私人搜尋巴一世。唔收 data， 淨係收你心事。我唔會紅㗎，我啲飛機片嚟㗎咋。之餘片都有日常話，
只要個導演夠癲，觀眾睇完唔捨得落機，你就係我部永遠唔想降落嘅航班。真係有觀眾嘅都頂我哋唔順，下集見啦！頂唔順都好，佢哋會記得你片尾嗰句最深，下集見，係你承諾，亦都係我等緊嘅信號。同得閒飲茶一樣，講完就算，冇 mood 就唔玩㗎啦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，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，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